我没有不舒服。你还没不舒服啊？他李美琴瞒着房子的事儿欺负我们也就算了，他居然敢让那个小俊啊，当着他的面毫不客气地骂你啊！我非得给你出这口气不可。王建国，我饶不了你！我告诉你，你有本事你打我儿子，我饶不了。啊，人家可可爸爸又不是外人。他把我当外人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他居然把你也当成外人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看他李美琴啊，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亲戚。爸，您是个男人，干嘛要跟那女人过不去呢？就算您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你想想，只要我幸福不就成了吗？哎呦，宝贝儿，你幸福吗？你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他也逃婚了。什么？他也逃了？嗯。哎，妈，你这个样子怎么让我跟可可过日子啊？好啊，你个臭小子，我还没说你呢。人家都说了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。你这刚刚娶媳妇儿，你就把我给忘了是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出生的时候才4斤呢，就这么小一点，我是一把屎一把尿，我多辛苦才把你养成这么大呀！妈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总不能让你和他爸闹僵啊，我还要跟可可过一辈子呢。可可，你的心里面只有可可是吗？没有老妈，对吗？妈，我也要跟你过一辈子啊。别生气了。好，可可的事情，我试着去原谅他，但这个王金国我饶不了他，他居然敢打我儿子，我天！妈，儿子，疼了吧？妈，一点都不疼。我不喜欢人打我儿子。那臭小子敢背叛他那个妈？哎呦，要这么说的话，那美心发火啊，那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也是的，你那巴掌打的呀，也太不合适了。不是，我，那他们也得先给我赔礼道歉，因为这事儿是他们引起来的。爸，您不是老是教育我要三思而后行吗？怎么冲动起来比我还厉害啊？你说我怎么就遗传了你这么一个坏毛病呢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这大喜的事情啊，都别闹了。国姐，欢迎回来。好久不见，我还以为你嫁到北欧了呢。哎呦，我怎么会嫁人呢？我才不要跳进婚姻洞不可。就是嘛，这才是我们的国姐呢。好巧，新婚愉快。我们国姐可还没结婚呢。还没结婚？你不是下了飞机就赶去结婚的吗？国姐，你不是刚和那个北欧人分手吗 Michael， 我想吃口香糖，你帮我去买点吧。快去吧，谢谢啊。是这样的，我逃婚了。你逃婚了？就是像网上逃婚一样，结婚当天，我发现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男人，所以我就当场把他给退货了。哦，所以你说的逃婚是逃货的那个逃。看来你是一个敢爱敢恨、勇气可嘉的奇女子。当然了，我才不要随随便便上男人的当。怎么这话听起来，你好像跟男人有仇啊？是之前有什么样的阴影啊？我呢是看到我的闺蜜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，我才不要像她们一样，在一棵枯树上活活吊死。老公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都怪你，就你出了馊主意。你还说你了解你妈，说她从来都不动手，扫帚都拿出来了，差点出人命了。是，我妈现在的情绪好不容易控制住了，你还说呢？
我想的这个办法差一点就大功告成了。哎，你看我假装训你的时候，我妈是不是差一点就松好了呀？这谁知道你爸就突然出现了？哎，爸现在这情况怎么样了呀？气是消了一半，但这事儿要过去也没那么容易。也是，所以我妈还等着你爸来呢。干什么？我呢，从小到大，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你爸这一巴掌打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所以你说你爸要是不来给我妈道歉的话，这事儿能过得去吗？要我爸去给你妈道歉，怎么可能？不是，老婆呀，你说咱俩也不能总这么分着睡吧，对不对？你为了咱俩的幸福呢，也得要把两个老人哄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，我这当着儿媳妇的，迟早是要给婆婆低头的。那我明天早上去给你妈请安，总可以了吧？这儿媳妇儿没话说吧？我也不能示弱，老婆，我明天就过来给老丈人请安。哎，那你说，爸不会又把我打一顿吧？你还怕老丈人打你啊？哎，明天可不能再演砸了。你放心吧，老婆，赶紧睡吧，我爱你。这女人啊，要是生了孩子，就再也不是自己了。每天她要忙着照顾婆婆、照顾孩子，还得照顾老公，这种生活根本没有任何品质可言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也对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哦，对了，还没有请教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李成火火，有意思的名字，有意思的人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名片，不过我会再联系你。名片本来就是明着骗人嘛，你这没有名片的，说不定还更真实呢，是吧？这个是真的吧？啊，是，当然了。妈，您喝茶。这茶算怎么回事儿？这茶是我敬您的呀。妈，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别这样，你真把我当慈禧太后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真心敬您茶的。我知道，逃婚是我和小俊不对。小俊有什么不对？都是我一个人的不对。要不是我先逃婚，小俊也不会跟着我逃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。可这更加证明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呀。爸，我跟可可已经发过誓了，一定要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别计较了，行不行，爸？这，爸，我懂，谁都有冲动发脾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把话说开了之后呢，道理谁不懂啊？爸，以后啊，我要是再有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你就照这打，使劲打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阿俊，我没生你的气，我是生你妈的气。爸，你生我妈的气干嘛呀？你干嘛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其实天下父母也都是一样的。您不是为了可可，照样把我那个……妈，您放心吧，今后的日子，小俊就是我的一切，他就是我的神。不疼了，打得好，以后就这么打吧。这一下子就让我记住了，以后我跟可可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，不会再让您担心了。妈，这茶你要再不喝，我真端不动了。
好好好，我喝。Yes。你要噎死谁？我是说，这是好茶。总算是混过去了。你妈还算识大体。你爸也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啊。老公，你说我们这是何苦？不办婚礼多好，弄得我们新婚之夜都没有在一起。这都是过去式了。不过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的婚姻正式的步入了幸福生活的里程。苦难的生活正式开始。知道生活是什么吗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丝，总结起来就一个字 ：money。不管有钱的没钱的，只要步入了婚姻，就是一个钱字。我们家是没什么钱，可日子不也照样过吗？我问你，老张的工资上交了没有？他们家老张那么老实一个人，肯定全交了。我婆婆那个人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都交了多少年了，她身上也就剩点钱和酒了。你呀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不过那个老太婆还真不是一般人，不愧是个过来人，她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把财政大权掌握在手里，谅你这个媳妇儿闹不出什么花样来。哎呀，这一家人钱放哪儿不都一样吗？孙倩，你还记得以前吗？以前你可是校花。知道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就是因为你对金钱没有概念。过日子嘛，计较那么多干嘛？家和才能万事兴。说得好，可可，你可千万别学他，否则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模一样。哦，那不可能。好了，今天我再教你们一个道理，知道如何辨别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吗？那就是他的工资上不上交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只要工资不上交，一切都是虚情假意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逃婚？房子，那房子是什么？房子不就是钱吗？你们看看吧，你们的婆婆都在做什么？争夺财政大权。你们一个个还傻乎乎的，小心点儿啊！房子是多大的事儿啊，工资才多少钱呀？哎，你别看我婆婆，虽然是一个退了休的护士长，但是她倒卖二手房，挣不少钱呢。她看不上我们那点工资啊。这可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家庭主权的问题。哎，等会儿。喂，老公。什么？好你个王金国，你敢跟我大声大气说话了是吗？再大点声啊，别怕闪着舌头啊！李美琴，要不是你出这个馊主意，能像今天这个局面吗？我出的馊主意，哎呦，把房子装得这么漂亮，那是馊主意；把婚礼办得那么得体，那是馊主意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行了，这馊主意我不出了。今天啊，咱们把账算清楚。算，好好算啊！给你，拿着。这么多？对呀，9万2。你看我这钱花的啊，9万2，再加那个房屋的中介费，一共是10万。这钱花的啊，多漂亮，十全十美啊！现在你不是要算账吗？好啊，咱们5-5分，你5万，我5万，咱们俩清了，好吧？好，5万我出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站住！干嘛？不是算完了吗？还要算啊？要吃了我？站住！你想占便宜是吧？我占什么便宜啊？装修费16万，16万。妈，这装修费你不是说是你出的吗？是啊，我一开始是答应了我来出的呀。可是，哎，咱们要把这装修费包揽了以后，人家还以为我们要独霸新房呢，是吧？那这样更好了，1加1半，两边出吧。
我可不愿意外头说我们男方要占女方的便宜。行，我出。我要是不出啊，人家会说我王金国欺负女人。妈，我看这钱还是算了吧，谁让咱们都是一家人呢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我们错在先的。那也行，要看他的态度。哎呦，我们家的表现，我王金国不占别人家的便宜，也不让人家占便宜，算清楚了吧？还有没有漏的？算清了，差不多吧。婚前的账算是算清了。哦，好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小俊这孩子真是挺优秀的，可是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妈呀？这遗传基因差别也太大了，我真怀疑是不是亲生的。王金国，你哎，你要不试一下用这个绿色的，把这个球涂上，试一下。妈，你怎么还买这些菜啊？这些菜便宜啊，商场里啊，这个时候就这几样菜打折。妈，你看大豆子啊，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老是吃这些不新鲜的，对他发育不好。有什么不好啊？你公公走得早，健健和实在这两个孩子，还不都是我这样带大的？困难的时候啊，田里的烂菜叶子他们都吃过。那时候不是没条件吗？这现在有条件了，就买些好的给小孩嘛。你的意思是我虐待我的亲孙子啊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您看这实在每个月都把工资交给您，您别舍不得花钱，这钱啊要用在得当的地方才值啊。我又要买菜，又要看孩子，要不是我省来省去的，你们那点钱够用吗？老张，你说你这些年都把工资交给你妈，我一句话都没有。可是最近你妈买的菜实在是太凑合了。唉，这买菜谁买都一样，都得省。哎，老太太去买菜能拉下脸砍价，脸皮这么薄，怎么跟别人砍价？哎，你看啊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都是一直你妈在管着家。什么意思呀？家里有老人照顾，你还不满意是吧？有老人照顾当然好了，我的意思就是，这家是我们的呀，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管理。万一要买个什么东西，给孩子添置点什么，我这样好做整体的规划嘛。哎，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把工资交给我吧。孙倩，你说话怎么绕着弯走啊？你要工资干嘛？怎么？哎，钱放我妈那儿，你不放心，还怕我妈给卷跑了呀？我能担心这个？你有多少钱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应该由我们自己做主。做谁的主？做谁的主？我的还是我妈的呀？还是我们整个张家的主？哎呀，你别上纲上线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把工资给我，就说明你心里有我。人家很多老公都把钱放在老婆那儿，咱们怎么不行啊？人家是人家，哎，怎么？你看上有钱人家了？你瞎说什么呀？说我工资，你想什么？张健健啊，张健健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蒋总，可可姐婚礼的事情，你可千万别怪我呀，是她找我去帮忙的，我又不好拒绝她。还一口一个姐的，吼，他让你去你就去，他让你死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啊，蒋总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提前跟您汇报一声的。不过我去帮忙也不是白帮的，我有红包拿。我现在也是实习生，我一个月才800块钱，你也体谅体谅我呗。你是为钱去的？说的这么可怜，好像我亏待你一样。别忘了，
你是我招来的，什么时候转正，也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真的，蒋总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转正啊？那要看你的表现喽。啊，我懂了，蒋总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，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。嗯。啊，这舒服吗？我是专业的。一个个的放我鸽子，没良心！红包啊，我们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要不是那个欧巴桑发话，我们能不去跟你捧场吗？啊，这么好？哎，毕竟他是老大，我们不能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。可可，李姐万岁啊！哎，你婚礼的光盘不是拍了吗？哎，给我看看。哪有那么快出来啊？哦，再说了，婚礼不都一样吗？哎，对了，给你们带喜糖了。哎，快快，给你们带喜糖了。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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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昨天没来，让你后悔去吧。可可，你可不知道啊，他今天来办公室，脸拉得老长了。他是知道我来找他算账来了吧？哎，谢谢各位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谁给你的权利，让他们不许参加我的婚礼？蒋梅花，你当不上总监，你就来报复我，有意思吗？知道这部门谁说了算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在我手下做事，就要对我100%的服从。张健健，你背着我当什么伴郎？我饶你这一次，要是还有下一次，就给我滚蛋！白浪费我对你的栽培。蒋总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哎，要是还有下次，他结2婚，我倒是同意你再给他当一次伴郎。毒舌妇，我咒你永远用不上伴郎！我现在就开除你，你信不信？哈，你开除我呀！我手上可有好多个客户，你开除我呀，辞了我呀，客户了不起啊？可可姐，蒋总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咱们好话也是一个公司的，何必这么尴尬呢？健健，他的位置你感兴趣吗？你是说正式员工？机会就在你眼前，能不能抓住，就看你自己的喽。爸，这是我同事给我的红包，你拿着。干嘛干嘛？你们同事给你的红包给我干嘛呀？我不要。李美琴要你那么多钱，你哪够啊？拿着。呀，我是差他点钱，他慢慢一凑我就能还上了。我不要，你拿着拿着。那都是你养老的钱。你说你把我养这么大，我都还没孝敬过你，净是您贴补我，我说特不孝顺。哎呦，我闺女是不是变成这样了啊？这个不像我闺女的性格啊。老王，哎，我觉得现在的生活里，钱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是啊，钱又臭啊，只要取之有道，钱是越多越好啊。哎呀，原来果果真的说的没错，在婚姻生活当中，钱是首当其冲的重要。王建国，我不去找你，你就不来找我是吗？你就这么急着把这钱拿在自己手里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儿子是学经济学的，钱放着一天那是生钱的。哟呵，还惦记这点利息呢，是吧？少啰嗦，把钱拿来。你要的钱，你自己来拿。你借我的，你给我拿过来。你来拿。拿过来。你要是不拿，我就走了啊。你欠我的钱，你还理直气壮的，怎么样？不差钱吧？1分不少。这还差不多。就差2万。王建国，你不是故意的吧？我凑齐了再给你。王建国，
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？我李美琴一个女人都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把钱凑齐了就给你就行了呗，谁还差这2万块钱啊？真是。哎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就回答我这问题。王金国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告诉我呀。他是故意逗我，还是真差2万？大妞，孙倩家的主权是拿不回来了，你呢？你不会也沦陷了吧？不会啊，我婆婆根本没跟我提过那事儿。哼，她才不是不提，是时机没到。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要把老公的工资上交了，我敢打赌，你婆婆肯定会提这件事情。不可能，打赌就打赌，你一定会输的。哎，我有事儿，先不说了。好了好了，先这样吧，啊，拜拜。打什么赌？果果，他说你妈会跟孙倩她婆婆那样没收你工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就是，我就说嘛，你妈就算是再爱钱，也看不上你那点工资，对吧？小俊，小俊，妈，哎呦，快帮帮我，快这个车，哎呦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？哎呀，今天太牛了，碰见超市啊，促销买100返50。一气儿都买了，可是买这么多也吃不完呀。坐坐坐。你们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所以呢，妈妈想了好久了，以后这样，我呢帮你们统一规划生活。这个月开始，你们2位的工资上缴。我也沦落成孙倩那样了。可可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嫁给我儿子，嫁到我们黎家，怎么能叫沦落呀？不，妈，那个我老婆她的意思就是说呢，现在我工资也不高，就那么一点儿，就别上交了啊。是呀，妈。孙倩她老公的工资上交给她妈呢，是因为孙倩她老公的工资没有比孙倩高，所以呢上交一个人就够用了。可是我跟小俊才这么点钱，而且我们的工资还要交房贷呢。对呀，按说呢，如果小俊一个人的工资，那肯定是有点少，是吧？那要加上可可你的呢，在一起规划，应该够用了。什么？我的工资也要上交？当然了，这是统一规划、统一使用啊。妈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你说我在结婚之前你就给我提了那么多的要求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，多挣点钱。可是我也做到了，现在你要把我的钱都给收了，是不是有点什么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我低工资的时候不让我结婚，高工资的时候把我钱收了。我这当儿媳妇的也太被动了。可可，这可不是没收，这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明白吗？是由妈妈统一帮你们规划管理。现在流行那个词儿叫什么？生活理财顾问。而且呢，我还不收你们的费用。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拿我们的钱给自己过瘾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刚才的问题问得很犀利啊，差点把我给绕进去了。呀，可是汪总，这媒体和企业可是一家人，您不要弄得好像我给你挖坑一样。哎，汪总，您不是刚结婚吗？这戒指怎么在中指呀？速战速决嘛，找一个合适的女人，比做生意难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其实，我们女人也一样，找个合适的男的特别不容易。你该不会是依然单身吧？其实追求我的人那是非常的多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。哎，只可惜我结婚了。啊？要不然我可要好好追追你。你又结婚了？你看看，虽然我每次离婚的成本都很高，但是我对婚姻依然充满幻想。你怎么了？
我是在想啊，如果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戒指再带回中指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再安排一次访问？可是我不离婚，我们也可以做访谈呢。那倒也是。哎，王总，我们公司的那个赞助，你明天千万不要忘记告诉会计，好不好？一定。我公司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拜。为了这点破提成，老娘的脸都笑抽了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啊，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了啊，就这样你们呢早点上交，我呢早点帮你们规划。好了，别忘了啊，这个月开始。妈，那个你让我们，要不让我跟我老婆先锻炼锻炼？哼，你们俩挣的那点钱，那都是辛苦钱，怎么舍得拿那样的钱去锻炼呢？还是交给妈妈，妈妈来帮你们妥善保管啊。小俊啊，是你不愿意上交啊，还是可可不愿意上交？妈，你说我跟我老婆都是大人了，挣的这些工资我们知道该怎么去花，怎么可能会大手大脚的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这都是辛苦钱。再说了，我跟我老婆，我俩也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就是呀，妈，其实我们都知道该节约的要节约，而且你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来给我们计划生活开支啊。对呀，所以啊，妈妈现在就是想让你们明白，一定要会花钱，会管钱，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一分都不花。你们想想啊，只要一个月能省10块钱的话，那1年就是多少呢？如果每个月能省100的话，那10年是多少呢？如果1年、2年、3年能省1万的话，哦，那过了20年、30年，那又是多少呢？再加上利滚利，这样下去的话，走了啊，儿子。哎，妈您慢点啊。老婆，你说我工资也不高，要不上交就上交了啊？你怎么那么没出息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事还可以再商量嘛。不商量，老公，这是主权问题，我绝对不接受丧权辱国条约。说的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觉得我妈她是在跟我们闹着玩呢。你看她刚才说的，像闹着玩吗？如果我们都把钱交给她了，那我拿什么钱去买面膜？拿什么钱去喝咖啡？拿什么钱喝星巴克？拿什么钱去看电影？停！老婆，我觉得我妈呢，她也不会害我们，对不对？反正就那点工资，要不我们就上交了，试一试，好不好？啊？就受不了你这无辜的小眼神。地城国国，你这个乌鸦嘴！都听我的，这件事上绝对不能示弱。我觉得这事儿吧难，你说吧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为了钱的事儿伤感情，一看你就没把你老公搞定。说吧，是你老公不给，还是你婆婆不让？这事儿我还没跟家里人说呢。啊？哎，我说你害怕什么呀？这个年头，谈钱伤感情，谈感情伤钱，这是社会定律。你怕也没有用，你怕也要面对。你再这么被你婆婆欺负下去，你还不如回到旧社会，起码那时候的人不用出来工作吧？你还别说，以前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是歪理，可现在想起来，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。当然了，句句真理，好不好？怎么说，人家找老公都找有车有房、没爹没娘的，你倒好，找了个极品婆婆，一个顶俩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好，那咱们愿赌服输，你把这桌菜买了。啊？你看看你那猥琐的表情。
现在知道钱的重要性了吧？没有钱，这美景，这美食，哪一样能给你啊？再说说孙倩吧。倩，你和你老公多久没出去看电影了？看电影啊？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在家看电视不是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老公他也不喜欢看电影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照顾大豆子身上了，哪有时间看电影？借口，这全都是借口。实际情况是，看电影对你们来说已经是奢侈的行为，对吧？可可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要过这种生活吗？我说果儿，你总是看到婚姻的负能量，你这样根本就没法体会婚姻还是有正能量的。得了吧你！你看看你这身地摊货，加一块都不够250，你跟我扯什么正能量？老婆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趁着我妈没有把咱俩口袋摸干净的时候，赶紧多看2场电影。走。不想看了。不想看了？不是说你想看电影的吗？电影票那么贵，我们团购又没成功，2个人加起来要100多块钱，还是算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过日子了？自从要想到给你妈交工资，我天天都做噩梦。你说以前我没挣这么多的时候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玩什么，现在吃也没得吃，穿也没得穿。你说我们这都是为什么？为了买房呗。你说如果不是买房的话，咱俩就不会有那么多花销了。结婚以后，住你爸那儿也行，住我妈那儿也行，这1个月咱俩就能省下好几千来。你说这结婚以后，日子、票子、房子都得要。我什么都不想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回家。看看你们记的这个账啊，这满纸都是数字，密密麻麻的，乱七八糟的，生活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要分类，做什么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这可是一门学问。妈，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？就像我们护士站呢，对吧？什么东西都要分类，清洁用的、手术用的、急用的、不急用的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对了，小俊，你告诉妈妈。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呀？钱。答对了，就知道你最在乎钱。妈，那您说，除了钱，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房子啊，那不还是钱吗？说房子呢，我们要不是为了买房子呀，我跟我老婆这生活过得可舒服着呢。哎，对了。这样好不好？你们2个人搬到我这儿来住，正好我还有空着的房子，是吧？哎，把你们2个人的房子租出去，还能挣一笔。不用了吧？我们都长大了，而且都已经结婚了，该独立了。怎么独立啊？说的轻巧，你们连饭都不会做，要独立的话就得饿死。可这饭是你要做的呀，这些事儿也是你要安排的呀，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还怪我了是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只是想帮助你们度过这个新婚的发热期，让你们学会独立，还不识好歹了？谁不知好歹了？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？什么都得听你的就是好？这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，我们根本就不是成长在一个年代的人，你要给我们的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呀。可可，哎呦，这可可的脾气还挺大的呀，像他爸爸。妈，您千万别生气啊。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呢。那妈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去吧去吧。对呀，就不应该让他们买这个房，是吧？他住在我这儿，那不都得听我的，我也好管他们了。